将囡仔一个人甲关伫仓库，还是放伫涂骹，有10个人班级中，敢若有5个囡仔拢遭受到各种不当行为的对待，而且带班的3个托育人员拢有动手，要过市政府敢若罚1个尔，而且敢若罚6万，引起家长的不满。时代力量调出资料发现讲，过去3年来发生过7件苦毒囡仔案件，除了有1件是罚9万以外，有5件敢若罚6万，还有1件找无记录。他们被2名保姆用掌嘴的方式，用扒头的方式，我们市府重罚的结果是6万元。小孩被大力的拍打跟摇晃，我们市府说要重罚，他们重罚的结果是6万元。时代力量台中党部认为讲，依照规定有苦毒情形，罚金是6万到60万。不过社会局无论情节的轻重，头一摆敢若罚6万，为业者纳钱了，继续改名做生意无得惊。也没有通知其他家长发生这样子的案件，难道我们的其他家长没有知的权利吗？针对外界批评，早起出席幼稚园相关活动的台中市长罗秀燕讲，正甲法制局的研究，要提悬触犯者的罚金。现在正在处理中，再跟大家报告。好，谢谢。社会局嘛解说讲，过去拢是依照儿少法甲罚款的规定去做。这里面除了次数之外呢，我们也会考虑到它的情节轻重的问题。社会局讲，这个处罚的标准顶一摆修订是伫3年前，不过因应最近托育中心苦毒红影的事件遮济，会开始搁检讨，定出更较明确的处罚标准，提悬罚金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